大家好，又係我 Agnes， 歡迎嚟到活得自在行。上一集同大家介紹咗原來手指係有好多穴位嘅，今集我想介紹多一個穴位，佢就叫做中衝穴。中衝穴係手厥陰心包經嘅井穴。中衝穴嘅位置係喺中指指端最高點嘅中間位置。我哋而家可以用指尖輕輕咁按壓下佢。中衝穴嘅功效就係清心瀉熱，能夠緩解心痛、心煩、心悸同埋胸悶等不適。另外，中衝穴仲係開竅醒神嘅急救良穴。對於突發性嘅中暑、休克或者暈厥，喺中醫嘅角度，按壓中衝穴係可以達至回陽救逆、醒腦開竅嘅效果嘅。唔知大家覺得我哋今日嘅介紹點呢？如果中意嘅就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護老者頻道。咁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